续来看台南县市合并升格了后，门牌是全面来换新。但是去年的7月，第一批换新的门牌，这个字体伤细，色水伤浅，日时来看是真正辣。另外，永康中山南路几排徛假的门牌，才拄拄换新就必顺咯。民众讲，这伤落差咯。真的呢？门牌真正落差啦，毋若一号咧，还阁几号拢是安尼。哇！门牌拢安尼一顺一顺白白。台南永康区中山南路490巷2弄，这门牌，知影为虾米想要必顺？太差了。就因为台南县市合并了后，2007年7月门牌拢换新，不过无到一档就变作安尼，到底是虾米情况？我们有请厂商在外面有加成一片的那个透明的保护膜，可能在处理过程当中有稍微去污损到，而导致在整个在贴在外面的时候，造成有部分龟裂的情形。也有民众反映门牌色水伤浅，字嘛伤细啊。大白天有诶，你也开车过要找号要看无的反光。主管单位民政局表示，这部分已经有通报，希望伫下一批新门牌定制会当做伙做改善。